我幾時入戲行？乜我有入過戲行咩？呢個可能係一個遺憾。真係我未曾正式全身投入過戲行。因為一直以嚟呢，戲劇呢都係我嘅一個興趣啦，或者係公餘嘅一個最主要嘅活動啫。咁呢個好可惜嘅。所以我一路嚟呢，我都係好欣賞、好佩服覺得而家全身投入去戲劇嘅嗰啲朋友呢，係好令我佩服同埋感動嘅，因為佢哋真係將你最愛嘅、最有興趣嘅、最大理想嘅，係傾情傾力咁投注喺裏邊。咁因為嗰陣時候呢，我都仲係要好多顧慮，要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收入比較有一個可以穩定啲嘅事業咁樣。咁所以我讀完書之後做教書啦，咁只不過利用公餘嘅時間嚟到演戲啫。不過其實呢，有好多機會呢，都係我讓佢擦身而過，係放走咗嘅。譬如話喺劇壇裏邊嚟講，香港話劇團1977年成立，咁我就第一批呢，當時呢係被招募入去嘅團員。不過嗰陣時候呢，都仲未係第一個劇季呢，係未有全職嘅演員嘅。到第二個劇季呢，就有10個全職嘅演員啦。咁但係我冇加入，我仍然繼續我嘅教書嘅行業咁其實都唔係淨係戲劇嘅，即係話喺舞台係廣義嘅戲劇界，喺電視裏邊嘅，無論幕前幕後呢，亦都其實我係有咁嘅機會，我亦都讓佢流走咗。包括咗呢，我係第5屆無線嘅藝員訓練班，我係考入去嘅，3996人，應該係取錄係大概30個度啦。咁我雖然係好不容易即係過3關咁考到入去，但係偏偏嗰一年呢，係我第1年嘅出嚟教書做嘢係好辛苦嘅咁所以我上咗幾日堂呢，我就頂唔順㗎啦。嗰陣時都未有呢一個嘅係海底隧道，咁我喺筲箕灣上堂教書，咁放學之後呢，要搭車搭船去呢個廣播道，咁於是呢，搭車嗰啲蹬下時候呢，我就瞌眼瞓；搭船比較呢係平，即係靜一啲嘅時候呢，我就備課，翻屋企10點食飯，幾日之後我頂唔順啦，咁我又唔肯豁出去嚟到呢投身呢一個嘅演藝事業，咁結果呢，我就告辭啦咁所以終於等到2008年喺我正式退休之前嘅5年，我係提早咗5年退休嘅，咁我終於呢認為要呢係還翻啲時間俾我係好鍾愛嘅戲劇咁我要投身多啲，咁當然喺教育方面嘅大環境、小環境呢都唔係咁理想，咁我就毅然呢係呢提早咗5年退休。咁但係結果呢，呢6年幾以嚟呢，雖然多咗好多時間搞戲劇，但係都係因為自己真係旁務雜念好多其他嘅參加好多活動等等，好多 commitment 呢，咁都唔能夠真係一心一意、全心全力全職咁去呢投入你所話嘅戲行啦。
此際關羽。